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arina。我今日咧就會同大家介紹翻新鴻基喺沙田區唯一一個純洋房項目。我哋而家咧就係位處於大圍嘅頂峰別墅，成個屋苑就只有13間洋房單位，非常之罕有，亦都非常之少放盤嘅。對上一間成交數翻都差唔多要去到10年前啦。我今日會同大家介紹嘅單位，佢會有花園、有平台、有天台。中意戶外空間多嘅你哋就千祈唔好錯過，繼續睇落去啦。由新鴻基發展嘅1號雲頂就係位於大圍嘅銅鑼灣山，一共分咗3期發展。第一期就會係叫做撇溫，有8座大樓，提供412伙單位，分層單位面積就會大約由600尺至到1009尺不等。而2期就係叫雲頂峰 Sky One， 係由1棟分層住宅同埋4間獨立屋組成，主要係提供開放式至到2房嘅單位。而3期就係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頂峰別墅，咁呢度一共就會有13間洋房單位。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呢個洋房單位，佢嘅實用面積就有2532尺。我哋呢度入到經過呢個雙大門，就會入到嚟我哋個客飯廳。我哋入到單位喺我左手邊呢度就會有翻一個 powder room 嘅位置，咁咧就方便有賓客嚟嘅時候就可以使用啦。咁我哋再入到嚟呢度咧，業主咧已經喺呢度咧就做咗一啲鞋櫃位。大家見到啦，呢度咧成個客飯廳個間隔係非常之方正，冇任何多餘嘅位置。咁咧任你哋可以點樣擺放家具都可以。咁呢邊咧就可以利用翻嚟做翻一個客廳區，放翻一個大嘅 L 型梳化，後邊咧就可以再放翻一個再大少少嘅電視。咁我哋過到嚟呢邊，咁呢度咧就會做翻個飯廳區啦。咁目測咧其實放翻8至10人嘅長形餐桌咧，都仍然會有足夠嘅空間感。而喺度後邊咧，亦都做咗一系列嘅儲物櫃。咁同埋呢一個單位咧，個樓底係非常之高㗎。咁喺客飯廳呢度咧，最吸引咧就會係有呢個好大嘅落地窗，咁就會連接咗出邊嘅花園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出去睇咗個花園先。我哋喺客廳行出嚟就會有呢個射到成1100尺嘅大花園。呢個花園咧，成個佈局都係非常之方正。有晒來去水位，咁所以呢度咧就可以得閒喺度 BBQ 啦，或者坐喺度睇下書都非常之寫意。最重要係乜嘢啊？中意種植嘅你哋咧就會好中意啦。呢度咧係真係可以俾你種到嘢㗎。你睇下呢2棵大樹，而家已經長到好高啦。咁我哋再入翻嚟咧，呢度就會係我哋廚房嘅位置啦。我哋入到嚟廚房。呢個廚房咧就配備咗一個好大嘅中島位置，咁咧有充好大嘅空間去做翻個備餐區啦，跟住洗完菜咧就可以喺呢邊煮食。咁後邊咧就會係雪櫃啦、微波爐同埋焗爐等電器嘅，咁由後邊都可以做翻啲儲物。咁呢度咧，除咗有我哋平時會用到嘅煮食爐之外咧，如果呢度都唔夠咧，喺呢邊亦都會配備咗一個中式嘅爆炒爐啊。咁我哋過到嚟呢邊咧，就會係工人姐姐房。咁相對嚟講咧，呢間工人姐姐房咧就唔係好大，但係咧就我諗擺呢一個碌架床咧，2個姐姐就啱啱好。咁我哋出翻嚟同大家睇完呢個客飯廳部分咧，我哋就上去1樓睇埋啲房間先。呢一間洋房單位喺樓梯中間咧都會做咗一啲採光窗，所以呢間屋咧其實佢嘅自然光係非常之充足㗎。呢個
個洋房單位就會係3房雙套嘅設計。咁上到嚟1樓同大家睇咗套房先。咁呢間套房呢個間隔係非常之方正。喺我後邊呢，身後邊已經做晒一排嘅大衣櫃，跟住呢度又做翻啲儲物櫃。而呢個房間呢，亦都會有一個落地大玻璃，大大增加翻成個房間嘅採光度。而過到嚟呢邊咧，就會係呢個套房浴室嘅位置。呢一間浴室咧，都係會做翻一個雙洗面盤嘅設計，但係咧佢就係配備翻個淋浴間啫。咁我哋個隔離睇埋另外一間房間先。過到嚟呢個房間，佢咧呢邊咧就可以放翻一個雙人床之外，後邊亦都會放咗櫃，呢度做翻書台嘅位置。咁呢邊亦同樣都係會有一個落地窗啦。咁其實呢一層個樓底咧都唔係矮㗎，所以令到成個房間嘅空間感係非常之足夠。咁嚟到嚟呢邊咧就會係浴室嘅位置啦。咁呢個浴室就會配備翻個淋浴間。咁過到嚟呢度。咁呢個位咧，就其實可以利用翻嚟做一個閱讀區、書房或者一個 family room 都可以。咁佢外邊咧都會連接咗一個大嘅平台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同你哋上去睇埋主人房。嚟到呢一層，全層都係主人房嘅位置。呢個主人房呢個空間係非常之寬闊，咁喺我身後邊呢度就可以做翻個寢區啦，跟住喺張床前面呢度都可以放翻梳化做翻休息區，呢度放翻個大電視。而一邊咧就可以利用翻嚟做衣帽間啦。而呢間主人房咧喺我左手邊就設有一個大露台，喺我右手邊咧就係一個平台嘅位置。咁平時兩邊門開晒咧，就可以做翻一個通風對流嘅效果啦。咁我哋出到嚟露台呢個位置。咁呢度咧就會望翻一啲翠綠嘅樹景啦，下邊咧就會係自己個花園位置。咁咧大家可以留意到，我哋呢度咧其實望唔到喺我哋依邊嘅行人路噶，係因為呢個項目咧就係升高咗差唔多成層樓高去起，所以係大大增加咗成個私隱度。咁我哋入翻嚟就同大家睇埋主人房嘅浴室先。臨入浴室之前咧，呢邊咧都做咗2個儲物櫃。咁呢個主人浴室除咗配備翻基本嘅雙洗面盤、浴缸同埋淋浴間之外咧，咁呢個浴缸咧都特別做咗個按摩浴池。點解要咁做啊？因為佢上面咧其實做咗一個天窗嘅位置，夜晚喺度浸浴嘅時候就可以抬頭望星星啦。我哋出返嚟，經過主人房另一邊嘅平台位，呢度咧就有個外置樓梯上返天台。天台嘅面積就有456尺，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。如果下邊嘅花園種花地方唔夠，都可以利用埋呢個天台，或者可以幫小朋友間返一個 playgroup 小天地。同大家落到嚟車庫嘅位置，咁呢個單位咧就會連咗2個車位嘅，左右一邊一個。呢
因為呢度啲車位嘅空間都係比較大㗎。咁你見到呢度咧就已經做咗一排嘅儲物櫃喺度啦。同大家睇完呢間洋房單位，唔知你哋又中唔中意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。咁我今日同你哋介紹呢個單位，佢嘅實用面積就有2532尺，而家業主放售叫價就係6170萬連2個車位。佢計翻嘅實用面積尺價就大約24000幾蚊尺，可以話係平絕大圍區而家放緊嘅洋房單位啊！有關今日介紹嘅洋房資料，大家可以喺下邊資訊欄度睇到。如果想了解更多資訊，歡迎隨時撳翻下邊嘅鏈接聯絡翻我。最後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俾翻個 like 同訂閱我個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